后来哦，特别过年咯，唔知影今年有好康无？到底头家年底奖金是要发偌济呢？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有5成4的企业都要到过年的前一天，才会知影年底奖金到底有偌济。啊，讲今年有8成8的企业会来发年底奖金，是这16年来上济企业发年底奖金的一年，平均是发1.34个月。欢喜食尾鸡，食一顿饱，感谢家己一年来拼势。毋过来看口罩内底回未来钱，有啥会当笑到上尾？你今年可不可以拿到你心里的那个数字？我觉得应该不行。跟景气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啊，对，还有受疫情影响。1.5个月，因为多了0.5个月，基本上产业都1个月而已。根据人力银行调查，今年有8成8公司发年底奖金，创下16年来新高，平均1.3个月。疫情了变好，各行业的景气嘛对咧变好。有的公司就领真济，亲像科技业今年有9成5的公司发年底奖金，平均一笔1.8个月。金融业的年底奖金嘛真高，不过服务业所讲有7成的公司有发年底奖金。证券业还是相当的稳定，所以说我们平均的年终大概是落到就是如果整体来讲6到8个月不等。周边的同事他们对于年终的满意度也不高，业主的话应该可以给予我们这些劳工们就是应有的回馈。如果说以相差的幅度来说，应该会说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科技资讯业其实这几年的获利表现都很亮眼，民生服务业是不断的像是这个阶梯式的缺工缺工的缺口是越来越大的。那在薪资上也没有明显的幅度的调整。迎接新年，领年底奖金，为人欢喜，为人悲情，有真侪人过年过拢是要换工课。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